俗语讲了好。头家啊嘿，咱今日伫遮摆搭，敢会警察来啊？无遐衰啦，我甲你讲，我调查过啊，遮吼路段上好，人上济，上重要什么？警察拢袂来，哈哈。干嘛呢？嘿啊，紧收收的啦啊！等下行李人就来啊。好啦，来呀，看过来，小够好看的衫就伫遮啦，来，紧看卖，选看卖咯。来，帅哥美女，来，看一下哦。帅哥美女，就是恁两个啦，帅哥美女啊！来，身材就好，就瘦呢，有没有？哦，优是优，体格袂歹。无，真咱遮啥物拢有，看你们是要个较流行的，嘿，还是较复古的？哦，啊，上重要是吼，咱遮介绍拢足好的。哎呀，安尼，是讲头家啊，这个衫敢有我的寸长哈，敢有我会用穿的。寸笑，系啊，来我遮甲我讲寸笑。你敢知影流行这代志无寸笑这个问题？哎呦，真的吗？像你这种体格遐好，嘿对，当然模特同款。哎呦，头家，来，今年上流行的。哦，真正嘿哦，啊要安怎？安尼个抹起来，你就跟韩剧女主角同款有无？哦，对嘞。安尼有无？哦，有无？迄感觉有来啊！哦，安尼哦。大家，安尼你安尼搞看卖，伊是爱的迫降，啊你该帮我找一个，诶，什么酱嘛拢会使。太阳的后裔，我会使请太阳的后母。来自星星的你啊，我知。哎，虽然是神经病嘛，无要紧。哦，虽然用哦，嘿，安尼好，安尼。啊哦，安尼有无？欧巴。哎呀，你就是迄来自星星的你，迄动物园迄个星星。你是太厉，对吧？我即摆咧演韩剧呢，伊安尼有规个感觉拢来啊，对不？你今仔来到遮就对啊，阮遮的衫吼，水甲吼，啥物人拢看到都介意。而且，阮兜这个头家啊，顶港有名，下港有出名的，这个艺人专用的这个服装师。我看就，哦，无怪安尼，我感觉就面熟的。面熟。哦，就恩导。哎呀，无啦。就有名迄老师嘛。对啦。啊，就是伊啦。嘿啦，就是我本人哦。电视有看到对无？我签名，等，头家，你这衫吼，有一个味呢哈。有味？味。哎，真的呢，敢有一寡味呢。对啊。无，我跟你讲。啊，安怎？你爱有腥味。腥味，有臭车味哦。不，不是咧腥味，是面车的腥味。面车，咱这是腥味十足，有无？哦，原来是安尼咱这衫哦，艺人加洗过的呢，原汁原味。无唔对。哦，无。啊无，系啊，那吼，啊歹势，这唔知，真正唔知是对一个名称称过啊，你都唔捌啦。阮名册足济，你是去国家啊，还是咱拢本土的啊？是讲哦，拢有。哎呀，啊，真正吼，我看卖，这什么人？这什么人？我看卖，真正哦，真正是。敢若是碰恰恰的啦，嘿。碰过，那安尼啦。咱咧国宝呢。嘿啊。我知啦，啊，国宝个时间有较远，有较久吼，啊，有一点仔老人味。无啦。啊，你歹势，刚好金城武。金城武的来，金城武来，金城武，哎呦，金城武的啦，你看我嘿啊，唔像对嘛？金城武安尼贵书有无？金城武是请金的啊，对吧？对，完了赞，安尼好，安尼今日礼拜哦，我背，今仔8班哈，哎呀，8班娘啦，金城武亲过呢，我问一下，啊，我真正嘞。你真正是相亲过的哦，你都唔知？真正我跟你讲，嘿对，真正吼，当初迄个女明星去国际安尼行迄星光大道都像真正。哦，你是讲奥斯卡呢？奥斯卡，行奥斯卡呢？你是看咪去奥斯卡是坎城，啥物拢会使。哎呦，真正是咱林志玲亲过。哎呦，我算你较俗，因为你体格甲伊共款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你来看会出来啦哦。15万就好。啊，秀啦！我听无呀，什么无？我吉祥节，哎呦喂哦，吉祥节是不？来，哎呦，吉祥节是不？警察来！
来来来来警察来，先生好，你好你好你好。来来，免好免好。啊，有食饱未？食饱未？食饱未？来来来，啊有喙焦无卖要啉问遐济，卖问遐济。麦讲话。哎，是什么人讲恁会来使来这摆台哈？阮妈妈有讲，妈妈讲今仔日才摆搭，较好日子。嘿，好日子，无啊，先生，风水较好。安尼啦，咱搞哎，手卖我白来哦。安尼啦。哎，阮组长咧开单。哎呦，摆偌久啊？摆偌久，我都今仔才来啊。阮今仔日才来尔啦。都叫一个拜托，拜。拄我来，咱就敲定的来检举啊，安尼说明衰啦吼是。上遐尼要求啊，不啊，哎是上遐尼好心。但是看恁两个话，你拄我感觉生意袂歹啦吼，啊我这点仔钱啊应该无要紧啦咯。哎呀，哎呦，警察先生啦，阮吼，你拄啊开这张单，哎阮今仔无趁遐尼济钱啦。哎呀，阮今日拢无趁着你嘛半仙你嘛看啊。到，拄啊你一来，哎人就走去，啊啊个衫无钱嘛无摕去，无摕来，啊衫个互伊摕去，你看我紧张，咱拢黑白讲话啊啦。你趁钱跟阿因的衫裤，我趁钱有来钱无来钱，你即嘛是咧怪我就对啦。无迄个意思啦，我是讲。好啦好啦，哎呀，我是讲看恁生意做好的吼，恁除了咧卖衫尔，敢有啥物特别的？对啊，我头拄就看迄两个走去的，迄人走去无力啊，摕钱啊迄衫咧伫片伫片，啊是咧片啥物啊哈？哦，讲着这衫的味对啊吼，我都无共款。我的衫，我甲你讲，无共款我的衫吼，安怎无共香款？讲香，无恁品看卖品看卖你是有。试过哦？有当然拢这特别的气味在内底。哎，这衫片起来是怎么怪怪？臭寡生，臭寡生。那有，你看，嗯，我片。是小可小可胖胖个臭臭啊，无皮我讲的是臭起来，脸看个会感觉我个会调的呢，调嘿调诶，没啦，我臭破味嘛，没啦，所以我讲个袂我不改。歹啦，个袂歹片啦。嗯啊，我知，迄个味吼，就是咱2020上新的芳水的味。糖水，嘿，对。请教者吼，恁卖这个衫，啥有味的先啊？哎，竞争先生，你这都有所不敌啊！阮这衫吼，全部拢是咧艺人加持过的哦。啊，阮这头家吼，来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的这个艺人的专业的这个服装造型师。哎，我问者，艺人穿过，敢有迄个艺人拢会硬啊穿过的衫，敢有？有啊，当然嘛有，我有你。吗？来，哦，你讲迄画山画水画玲珑的这个这个不行啊然后迄歌唱了好，水假嘞都最水的。你看咱家啥物拢有。哎呦，啊，真的，叫螃蟹，叫螃蟹。哦，这就是硬硬的味哦。是是啊！来，我请问一下吼，我介意迄个男神啊，是迄种伫咧香港啊，男神，什么叫做男神？男神，男神伫咧香港啦，啊，就是拍迄种电影是迄种警察的，啊，我就是为着伊吼来做警察来迄老千魂，跟有伊的衫。我知，这可能爱吹一这应该无吧？个。咱住伫咧香港哦。我嘛是这种物件，我嘛是介意刘德华，我较做警察的。哇，拢姓老。系啊，吼，这男真正是大叔不是级的，不是真正，是真正。来，哎对啦，真正啦。真正酷。对，就是真正酷。哎呦，啊，你我来好意思啊。片看卖。看嘛。啊，你不是风海风化。哎，嘿，是是讲恁这衫安那卖啊？诶，这介绍吼是安尼啦，就是爱看是啥物艺人穿过，好无？啊是讲这艺人偌红，伊的介绍就偌一水。般拢讲艺人啦。诶，艺人偌红，伊的介绍就会偌水。吼，想讲吼，拄啊有一领有无？安尼蹦恰恰穿过。蹦恰恰穿过。一般电影的时阵，你有吼无言的山丘，几若年前呢，有无？吼，这电影内底有穿过。真正吼，无安尼啦，还是你介意？我看你个面色介意，淡薄仔收相，算你1万就好。这就1万啦，1万。这无价哦。不，有请假，有请假。请教者吼。哎，恁这衫裤是为倒位啊来？啊，都艺人遐摕来啊，系啊，伊穿了无啊，搬了就摕落来安尼啊。摕来买啊。啊，恁卖这衫有经过迄个艺人的同意无？当然嘛是嘛，这阮头家头摕。诶，什么？哦，无啦，是了解了解。来，偷摕别人的物件出来卖，佫卖遐尔悬的介绍，在你开的1万、5万、10万，这款的行为哦，无经过人的同意，物件甲摕出来卖，
介绍在你开这款鱼叫做白水煮白鱼，还有一句叫做乌狗拖咸鱼。哦，好，你个头爱选哦。来，这边来。女神啊，哇，我领导的女神。来，这两个偷摕别人的衫，哇，摕出来卖，搁画介绍黑白花。到底第一句白水煮白鱼，赞成这句才举手。白水煮白，一个哪样？哦，恁这两个墙头草，我对，猪，来，因两个绝对无意见，绝对无解说，请你解说者。白占人班鱼，对啦，对，这意思啦。我有的啦。就是讲因免本钱，哎，系啊因，去摕衫来去趁钱，所以甲白水煮白鱼有啥物共款，我唔知。所以恁这边一定是经乌狗拖咸鱼，你是安怎想的？因为都是乌白乱来啊，乌狗甲咸鱼拢乌。哦，差不多这个意思，差不多意思。对。来，老师请解说来。对啦，嘿。迄白色吼，像我穿的这件衫是白色，对，毋过有时咱的白是代表无的意思。无。亲像啥话，咱的白煞，白煞就讲迄个穿烫迄种。白还是讲食物件白正无味，迄种无滋味的。啊，另外一种吼，你讲白菜，表示你讲的拢是那无营养无食的代志。所以有时候白水煮白鱼，就是讲啊，摕别人的本钱来做生意啦，伊家己拢无出社会。啊，另外吼，乌狗拖咸鱼，乌鸟乌狗是早期咱咧形容较歹的人。乌狗兄像咱讲山顶的乌狗兄啊，乌鸟子啊。啊，这乌狗拖咸鱼，你看乌狗拖咸鱼，涂骹拖的，迄是安怎？乌鸟穿裙无穿裤，乌狗穿裤叫拖头。算早期穿个啦，系较怕，啊，你拖的。毋过老大人看起来感觉穿个老脏，较无整齐，较无闭杂。所以若讲照这意思，因这物件拢共偷来，所以应该是借衫起厝卖现钱，迄物件拢无开本钱的，所以应该是白水煮白鱼。你解说一遍。都是白水煮白鱼嘛。煮白鱼，摕无本的啥物？是来拍鼓励。